出席行政長官選舉嘅297名選委入邊，其中1名選委並冇投票，而對於有14名選委投空白票，唔少選委話投票比率並唔係重點。汪艷秋報導。可以再嘥10年咧去研究，嘅高天賜放棄投票，佢表示係以個人態度表達對現時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嘅不滿。佢希望能夠有更多澳門市民可以參與投票。事實上係行政長官一件重要嘅事，所以希望咧不久將來特區政府第一件事咧係希望可以咧根據基本法咧轉翻嗰個模式，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參與嘅。而對於有14名選委投空白票，而崔世安嘅得票率亦都低於佢提名嘅時候所取得嘅286票，唔少選委都話投票比率並唔係重點。好成績喎，282夠晒啦！你正式選舉公平、公開、公正，大家聽住睇住，我都有份給嘅人。我唔係睇得咁重啊，多少去到200多票咯，有贊成啊！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理想個結果。我相信未來嗰5年啦，好多工作係會做到出嚟。咁啊，最緊要我哋澳門團結啦，最緊要我哋澳門協助新嘅特首啊。呢啲通常咧有呢個係一個全民選舉嘅話咧，我相信呢個一般嘅呢個選到嘅人咧嚟講咧，佢嗰個得票率咧都只不過係一半多啲係嘛，唔係話需要呢係呢個90成幾或者100% 係嘛，所以我相信呢個唔係大問題。選委都期望崔世安能夠履行參選政綱嘅承諾，並根據佢嘅個人從政經驗，帶領澳門走向更多元化發展。澳門電視台記者汪艷秋報導。